香港4到5人單位，唔知點樣做設計佈局，睇過嚟啦。聽我一一同你講。入門處設計 L 型鞋櫃，側邊抬高地台設計櫃間房，入邊3尺地台，側邊到頂衣櫃掛衫褲，仲有個細書台，細佬學習休息都唔誤。出邊餐台擺埋幾溫馨啦。好睇睇主人房係點樣佈局嘅。抬高4尺地台床，床尾窗口唔砌牆，側邊到頂衣櫃延伸梳妝台，真係靚晒咯！客廳 L 型細地櫃，電視冚入慳空間，仔房就設計3尺地台床啦，仲有衣櫃加書台，全屋都係儲物空間，係咪好實用啦？浴室鏡櫃組合加吊櫃，仲有玻璃浴屏做埋乾濕分離，廚房 L 型上下櫥櫃，煮飯煮餸動線流暢好多啦！簡藝家居自營工廠價更平，裝修交俾源頭，生活留低自己，更多免費案例 PM 我。